大家好，我係力，應上次觀眾們嘅要求，想我出一期關於日本嘅出行攻略。小弟不才，呢幾日東拼西湊咁，終於為大家整理咗出嚟。睇在我廢寢忘食，下次仲要為你哋出一期風俗系列，要你哋嘅一鍵3連唔過分係嘛？好合理啊，係咪先？而大家見到嘅呢條片呢，係拍攝於3月24號。原本嗰日呢，係諗住去睇櫻花嘅，點鳩知呢，就俾呢個櫻花預測水閪咗。嚟到上野公園同新宿御苑，就只有零星幾棵開咗花。雖然櫻花睇唔到，但櫻花妹都仲叫做幾養眼。OK， 咁大家呢都見到今期嘅主題，就係你哋第一次去日本，想知道嘅我都幫你準備好晒。廢話唔多講，開始。首先係大家最關心同埋問得最多嘅簽證。其實呢樣嘢呢，就唔係咁複雜嘅，因為呢，我相信你哋絕大部分嘅人呢，都只係想要個單次簽證嘅啫。假如你哋係自己常規申請，正常就係出示10萬存款、工作證明、社保流水或者係學歷金卡等就 OK 噶啦。咁如果你以上呢啲呢都冇辦法提供嘅話呢，都唔緊要，你可以叫你老豆老母做主申請人，提供一下出生證明啊、存款、退休金流水之類都冇問題嘅。呢度注意一下，幾乎每間旅行社嘅要求同埋價錢都唔一樣，所以你哋一定要諮詢多幾間。而小紅書上面嗰啲漫天要價嘅黑心中介呢，仲要同你講包出簽證，大家千祈唔好屌佢哋。佢哋夠膽死一個單次簽證就收你哋1800到2000蚊。總之，日本作為發達國家嚟講，佢嘅簽證門檻算係最低。旅行社佢哋只要收得你嘅材料，99%都會批得到俾你。機票呢個就要睇你居住嘅城市，例如你住喺上海或者係廣東嘅珠三角，咁就最好。我就攞珠三角嚟舉例，呢度你可以選擇嘅機場呢，有成3個：廣州白雲、澳門同埋香港。而你哋想要平又冇咁多資整嘅話呢，喺香港飛絕對係你首選。例如樂途快運經常做活動，來回計埋行李額大概都係1700蚊左右，分分鐘平過你飛國內。支付方式，日本雖然係個發達國家，但喺電子支付呢一 part 同我哋國家對比嘅話呢，就真係有少少差距。喺我哋中國，話知你係山姆士多店定係路邊賣菜嘅阿姨，佢都支持第三方支付。但喺日本，除咗你係一啲羅森、全家、Donkey、碧庫卡美拉、ヨドバシ、牛當、御三家等係支持你使用電子支付之外，比如你去到一啲烏蠅小店、百年老店食飯嘅話呢，基本上係 only cash。所以你哋出發之前一定要兌換好現金，或者你哋張卡支持海外提現嘅話呢，都可以去當地嘅便利店嗰度撳錢。雖然講電子支付喺日本唔係完全普及，但係佢哋嘅電子支付平台呢就真係多，甚至可以用百花齊放嚟形容，就唔似我哋國內藍綠支付走遍天下。頭先我唔記得講，喺日本只要支持電子支付嘅店呢，藍綠同埋銀聯呢，基本上都可以用。唔識日文呢個亦都係問得比較多嘅問題。我想講嚟日本玩，你可以唔識講日文，但係咧，我個人建議咧，多少咧，你都學翻幾個詞語。嗱，呢度咧，我先戴個頭盔啊！本人對日文咧係一竅不通，零基礎，工地散裝嗰種咧都稱唔上嘅。但呢度咧，我講嘅呢幾個詞語咧，相信你喺日本會經常用到，大概只可以確保你喺嗰度起碼可以活着。正常交流嘅話呢，我仲係勸你乖乖地用翻你個翻譯軟件。咁喺呢個情況下，我要教嘅第一個日語單詞就係気持ち。唔好意思，搞錯咗，應該係これ先啱。咁呢個單詞呢，喺日語嘅意思入邊呢，係呢個咁解。而呢個單詞嘅目標呢，就比較明確。就比如你去到食飯或者去到商店嘅時候呢，你就指住嗰樣嘢講これ。店員基本上就會明白你嘅意思，我哋稱之為これ大法。但係有個別情形，你指住某樣嘢これ嗰陣，個店員呢喺度諗，你係想問我幾錢啊，定係想問我呢嚿嘢係乜嘢？你明唔明？佢可能係諗得比你多啊。所以呢，我建議你哋確定係要呢樣嘢嘅話呢，後面其實可以補多一句
亦都係咧今日要學嘅第二句日文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而呢句お願いします喺日語裏面嘅意思咧就係拜託你啦，有勞你啦咁解，就相當於英文嘅 please。咁講到食飯呢一 part， 菜單即係注文，或許你唔需要講，大部分餐廳咧你一坐低你就會見到佢。而今日第三個我要教嘅日文係お會計，意思即係我開嘅，意思應該係埋單先啱。如果屏幕前嘅你係個廣東觀眾嘅話呢，你喺日本食完飯埋單嗰陣就自信啲講句お會計，真係成個人嘅 face 同霸氣冚唪唥都翻晒嚟。解決完食飯問題，到講下住嘅呢一 part， 就係今日最後一句日語 check in 同埋 check out。咁睇到呢度呢，你哋可能會講小喇叭呢兩句唔係英文嘅 check in 同 check out 嗎？仲要講到咁唔標準，撲你臭街退錢！嗱，你哋先唔好屌我住，因為咧呢兩句日文佢就真係咁樣讀嘅。嚴肅啲啊！我知道睇緊我呢條片嘅好多人啦，英文都講得好正，但如果你讀得太標準嘅話呢，日本人係聽唔明噶，因為咧呢種係屬於外來詞彙，佢哋一般係會用片假名，就例如相機，佢哋叫 camera， 籃球佢哋叫 basketball， 電腦佢哋就叫 computer。呢啲日語聽起身係咪覺得似曾相識，仲帶有啲魔性呢？就係要魔性佢哋先會聽得明。如果你啲英文咧講得太標準、太流利嘅話咧，你只會見到對方皺晒眉、滿面疑惑、歪頭殺，最後搞到大家面面相覷。仲有一點就係，如果大家嘅日文咧唔係咁好嘅話咧，千祈就唔好試圖講一段標準而完整嘅句子，一定要講工地散裝日語，有咁散裝得咁散裝。因為如果你一上嚟咧就講一段完整嘅句子，對方佢認為你識講日文啊，直接就同你上強度，咩過去式啊、將來式、賓語、敬語、寒暄語冚唪唥懟晒出嚟，直到大家原地充滿疑問，到最後被逼用蠻方嘅肢體語言進行交流。總之講人話就係，你要俾佢感覺你係一個外國人。酒店住宿，關於日本嘅酒店咧，好多朋友都會聽過一個謠言，就係話日本酒店嘅房間咧真係超級細。而我咧就想同大家講嘅就係，呢個唔係謠言。日本嘅酒店有個朵叫做3步床，意思就係你開房門行到床只需要3步。假如你哋嘅行李篋稍為大啲嘅話咧，係根本打唔開嘅。尤其係大家住過喺東京嘅酒店咧，就一定係身同感受。而且咧，佢哋嘅 check out 時間咧都好撲街，一般啦係早上嘅10點。但如果得你自己一個嘅話咧，有一種叫做膠囊酒店，我個人都覺得幾推薦嘅，適合一啲預算唔多嘅特種兵。例如喺東京嘅膠囊酒店，平均一日大概都係150蚊左右，而且配套都好齊全。唔少當地嘅工薪階層同埋遊客咧，都係會選擇住喺呢一度。比起東京平均一日600-700蚊嘅酒店咧，就真係慳咗唔少。但比如你喺大阪嘅話咧，就唔需要咁，因為大阪嘅酒店對比起東京咧，平咗差唔多一半，所以你哋冇必要住膠囊。咁講到佢哋嘅酒店咧，我就不得不提下日本嘅紙巾。我溫馨提示你哋真係帶多少少過嚟，因為佢哋嘅紙巾只可以用薄如蟬翼或者係吹彈可破嚟形容。我知道係環保，亦都知道你哋啲紙巾係可溶解，但試諗下，當你開完大諗住抆屎嗰陣，係有機會黐到你隻手有啲熱辣辣嘅咖喱㗎，甚至係嗰段時間你見到咖喱類嘅食物呢，你都會心有餘悸。食飯，最後我係會以食飯嚟結束呢條片。俗語話齋，民以食為天。咁喺日本呢度究竟係點樣食法？我同大家講，無非就係預約制同埋 walk-in 兩種，就唔會好似我哋國內先去平台落單，然後到店再俾個店員掃碼，唔係咁樣啊。一般嚟講就喺線上填寫好信息，然後到店嘅話呢，有可能係要排隊嘅。咁預訂軟件呢，我個人就推薦兩個，一個係 Google Map， 另一個就係 Tabelog。咁呢個 Tabelog 呢，就相當於我哋國內嘅大眾點評，而裏面嘅食評呢，睇上去基本唔似係水軍，滿星5粒。你其實見到啦，有3粒星嘅話呢，你都可以大膽放心衝，
而好多你哋見到嘅網紅餐廳啊，好好食嘅餐廳，基本上咧都係採取預約制。例如唔係咁好食嘅蟹道樂，排隊排到水蛇春咁長嘅皖肉魚米，仲有壽司味咯等等，都係預約制。當然 walk-in 嘅店咧都仲係絕大多數，而且出品一啲都唔比預約嗰啲差。就例如而家你哋睇到嘅呢個炸豬扒飯咁，喺6本木嘅，唔需要預約，出品真係冇得彈。我咁大個仔都未食過咁好食嘅炸豬扒，真正做到外脆內嫩又多汁，而且佢唔貴啊，人均都係3000 yen 左右，勁推啊。OK， 咁埋單啦，一共係齊頭數3000 yen。最後要補充嘅就係，比如你哋4個人去到一間餐廳，見到菜單上邊有好多套餐，就唔好話4個人點2份之類。日本呢邊嘅規矩咧就係每個人點1 set。有時候咧，甚至有啲店係要規定每個人要點1杯嘢飲，你理解成強制消費或者係入鄉隨俗都冇所謂。OK， 咁今日嘅第一次去日本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下一次我會講下當地嘅公共交通同埋鐵路網絡。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夠廢又冇用嘅話咧，記住分享、讚好、訂閱、留言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